好，第二位男士已經入咗嚟啦，父親節快樂！要叫啲弟兄嚟上下堂先得，即係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好歡迎咧，大家嚟到呢一個哥林多後書主日學嘅課程第7講啊，已經係咁咧。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呢，係會睇第6章同埋第7章嘅，因為我知道上個禮拜崇拜嘅時候呢，話俾大家聽，我哋會睇第6章。其實我哋會睇2章嘅經文嘅。今日唔單止喎，上一次呢，我哋仲有第5章嘅經文，其實都未講晒嘅。咁所以呢，我哋其實今日呢會講得都幾快嘅。不過呢，因為呢，其實經文呢，我哋一陣你會睇到啊，係開頭嘅時候比較複雜少少，同埋有好多嘅經文要處理啊。但係之後呢，比較後半節第7章呢，就比較我自己覺得啦係比較容易少少嘅。咁所以呢，大家呢，即係精神嗰段時間係聽得最難嗰一 part，開始有少少眼瞓嘅時候呢，就聽下第7章咁就 OK 㗎啦。咁樣呢，不如我哋呢都主日學之前祈禱啦，好嘛？親愛天父，感謝你，求你喺呢個特別嘅日子，喺父親節，係真係對我哋每一個上主日學嘅人講説話。知道課程啱啱嚟到一半嘅時候，求你亦都真係繼續去幫助我哋。當我哋開始覺得有少少吃不消嘅時候，又或者係都覺得係有啲唔係好多地方唔係好似好清楚嘅時候，求你去補足，求你親自幫助我哋去對我哋講説話。感謝你，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好啦，嗱，頭先咧講到咧，其實我哋第7堂咧就係啱啱呢一個主日學課程嘅一半嘅地方喎。咁所以咧都想咧喺呢個機會咧，攞個機會咧同大家咧去做一個回顧啊。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13章雖然用13堂講咧，好似即係有少少混亂啊。尤其是咧我哋如果逐節經文咁樣睇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就顧住咗嗰棵樹，但係睇唔到個森林。所以咧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喺啱啱課程一半嘅時候咧做少少一個嘅回顧啊。咁樣呢，大家呢唔知有冇一個問題？我自己睇哥林多後書呢，其實呢好秘密咁話俾你知啊！我想喺度扮專家，不過真係唔得，因為點解呢？哥林多後書對我嚟講有啲困難啊！就係我一路好似好難掌握到一個嘅脈絡呢，即係究竟呢本書嘅結構係點嘅樣呢？可以逐步好清楚咁話俾大家聽。而睇嘅時候呢，即係尤其是第一次睇啊，覺得呢，即係保羅好似有少少即係精神分裂㗎。因為點解呢？佢好多時候講完一大堆，講開一個話題之後，突然間又轉咗話題喎。咁轉完話題之後，又走翻去第一個話題嗰度。咁我喺度諗，你喺度跳嚟跳去，究竟你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嘢㗎？咁所以咧，唔知佢係咪一路講嘅時候，咁突然間諗起，唔係喎，仲有一樣嘢要講喎。咁又講，即係搞到我好混亂。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就覺得都幾難睇啊！但係呢，如果你大家係有睇開啲解經書嘅問題，即係解經書嘅時候呢，你會發覺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呢唔同嘅作者呢，佢哋將呢啲嘅經文呢會有唔同嘅分段，又或者係唔同嘅分題。咁所以呢，如果你幾本解經書一齊睇嘅時候呢，就更加混亂。所以呢，都係好混亂，咁所以呢，大家呢喺呢個熒幕度睇到嗰幅圖呢，其實係幫助我自己，都係幫助大家啦。希望就係呢，約略睇下究竟我哋呢可以點樣分，其實係眾多嘅分段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啫。咁呢係可以睇住呢個圖，咁然後即係回想一下，咦，過去我哋咁多個禮拜，今日係第7堂啦。我哋咁多個禮拜究竟討論過啲乜嘢嘅題目呢？睇咗啲咩經文呢？咁樣。咁樣呢，可能呢大家都記得啦。我哋喺第1堂一開始嘅時候呢，就講咗哥林多嘅教會嘅一啲嘅背景，佢哋處身嘅地區啊，一啲嘅文化嘅衝擊啊等等，而亦都提到呢，保羅呢有幾封嘅書信，有4封啦至少嘅書信呢係好似幾重要啊。我哋一陣都會提到嗰封嘅嚴厲嘅書信啊。而跟住呢，喺第1章裏邊啊，一開始嘅時候，可能大家都仲記得呢，保羅呢提到自己呢係受咗好多嘅患難。而喺呢啲個患難當中呢，有一位賜各樣安慰嘅神，透過呢位嘅神呢，去點樣去安慰佢，而喺度令到佢呢同埋其他嘅使徒呢，都可以用神所賜嘅安慰去安慰嗰啲遭殃各樣患難嘅人。保羅俾我哋知道呢，原來患難係人生嘅常態喎。不過唔單止係咁樣啊，保羅亦都講到呢，佢話其實呢，我哋所跟從嗰個耶穌基督嘅主呢，一生呢都係經歷咗好多嘅苦難同埋逼迫，而我哋作為呢一個基督嘅跟隨者，似乎我哋都係預咗會有呢啲咁嘅苦難噶啦。
保羅嘅意思就係話，正正係因為佢要經歷呢啲嘅苦難啊，所以更加係核實咗，更加去 validate 咗佢自己嘅使徒嘅身份。因為可能當時有好多人呢話：呢個咁嘅保羅呢，即係咁鬼死渣嘅，又冇咩屬靈經驗，樣又衰，講嘢咧又粗鄙喎，講到好似冇乜權，冇乜即係 power 咁嘅樣嘅，唔係好似嗰啲超級使徒咁嘅樣啊咁。保羅就係話：正正就係我呢啲經歷咗咁多嘅患難，所以更加證明到我自己嘅使徒嘅身份同埋 validate 咗我嘅侍奉啊！跟住呢，我哋呢就講到保羅呢去為自己嘅誠信同埋佢嘅侍奉去做一個辯護啊。可能當時呢，有啲人去批評佢話：喂，似乎你唔係好似嗰啲超級使徒咁有推薦信喎，即係人人都即係有呢啲咁嘅推薦有薦書，點解你冇嘅呢？咁但係呢，保羅嘅回答呢就好得戚咁話：喂，其實呢，我係唔需要薦信㗎，因為你哋就係我嘅薦信啦，哥林多教會就係我嘅薦信啦，因為神喺教會裏邊透過佢喺信徒裏邊嘅工作，其實就係睇到原來呢一個佢嘅侍奉係有果效，係得到神嘅祝福啊！可能呢，當時有啲人又會即係去攻擊佢啊，話：喂，保羅，你似乎呢冇乜誠信喎，你出爾反爾，你話咗嚟哥林多教會探我哋，跟住又改行程，一改再改，改完又改，好似冇乜誠信喎咁。不過保羅佢自己嘅辯護就係話：哇，我其實呢唔嚟呢個教會呢，唔嚟你哋探你哋呢，係為咗你哋嘅好處啊！記唔記得有咩好處啊？有兩個好處啊！第一個好處就係話：俾多一次機會俾你啊，等你可以呢，我嚟到嘅時候呢，去收善款、收捐獻嘅時候，俾多一個機會俾你哋去捐獻呢樣嘢，去支持耶路撒冷嗰度嘅賑災嘅問題啊！呢個就係保羅喺經文裏邊所謂嘅加倍嘅益處。不過唔單止係咁，保羅呢亦都係另一個原因呢，其實呢就係俾啲時間啊，俾個機會啊，俾哥林多人有一個嘅悔改嘅機會。而講完呢一啲，佢解釋咗自己要改變行程嘅時候呢，保羅呢亦都勸勉哥林多教會啊，佢話要饒恕嗰啲犯咗罪而之後悔改咗嘅人。跟住呢，我哋呢去到第三章啦。第三章呢，保羅呢形容自己係一個新約嘅執事，佢又將嗰啲新約嗰啲嘅侍奉啊，即係喺恩典之下嗰個嘅侍奉啊，同埋喺舊嘅約，即係喺律法之下嗰個侍奉做一個比較。大家可能記得佢自己嘅侍奉同埋摩西嘅侍奉呢，做咗一個比較。喺個新約之下嘅侍奉呢，係嗰個使人稱義嘅，係長存嘅，係更加有榮光嘅。大家都可能有啲印象啦。而之後去到第四章啊，大家都可能記得呢，保羅話呢個福音啊，呢一個耶穌基督嘅真理呢，就好似瓦器裏邊嘅寶貝啊。保羅喺4章7節咁樣講呢，我話一句好重要嘅經文啊，喺呢個哥林多後書裏邊一句好重要嘅經文，4章7節咁樣講，佢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即使我哋係軟弱破碎，但係就係正正係因為我哋嘅軟弱嘅時候，就更加能夠顯出神嘅能力同埋佢嘅大能。跟住我哋又講到，保羅呢認識咗耶穌基督嘅復活嘅大能嘅時候呢，令佢有一個對於個將來一個復活嘅視野。相對之下呢，佢覺得佢今日所受嘅苦楚、一切嘅患難，其實都係微不足道啊。而喺上一堂呢，我哋呢亦都喺睇第5章嘅時候呢，開始睇到呢，保羅呢，佢係一個勸人同神和好嘅職分啊！我記唔記得上一次啦？我喺度 debate 緊，究竟我應該繼續講落去嘅？因為嗰一大部分其實就係講緊保羅呢，佢係一個勸人同神和好嘅一個嘅職分。好啦，嗱，講咗咁多呢，其實呢，我哋可以睇翻上一次我哋停咗喺度，即係或者講得好快嗰段嘅經文。保羅呢喺第5章第14至到15節裏邊呢咁樣講啊，佢話：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這樣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是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呢一兩節嘅經文呢，其實好重要嘅。保羅呢講咗兩件非常之重要嘅事。福音嘅精要係乜嘢呢？呢個係第一個佢想處理嘅問題。福音究竟係乜嘢呢？係精要最重要嘅係乜嘢呢？
而第二個問題就係保羅去解釋咗究竟乜嘢去驅使佢喺呢一個即係獻身喺呢一個與人和好嘅侍奉上邊啊。原來福音嘅精要就係基督嘅愛。經文話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睇唔睇到先？睇到啊，但係14節，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因為基督嘅愛，佢一個人替眾人死。所以我哋原本呢係被罪所捆綁住嘅生命就已經死去，呢個就係話佢嗰度所講呢係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都死了嗰個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嗰個被罪捆綁住嗰個生命已經係死去，而相反我哋得到一個新嘅生命，一個新造嘅人嘅生命，我哋一陣會講落去。而因住耶穌基督嘅死同埋佢嘅代贖啊，我哋就會俾佢嗰一份愛激勵，使到我哋有能力靠住聖靈過住一個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嘅生命。原來係基督嘅愛，呢個就係福音嘅精要，亦都係保羅侍奉嘅動力。喺佢遇到各樣嘅困難嘅時候，繼續去驅使佢繼續去獻身去做呢個嘅侍奉嘅一個嘅動力。跟住保羅喺第16節咁樣講啊，16節呢，佢話：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咩叫做按照人的看法呢？原來呢度講佢話，保羅佢話，從今以後呢，我哋就唔會按照人嘅看法嚟認識人啦。意思即係話，佢唔會再用一個世界嘅眼光、世界嘅價值觀，同埋對世界對於呢個成功同埋失敗嘅一個嘅標準、一個嘅定義去衡量人啊。保羅喺呢度呢，有可能係回應緊當時攻擊佢嗰啲嘅人。可能有人批評保羅呢，話佢：喂，你嘅侍奉點解會受咁多苦㗎？我哋喺第10章呢，將來我哋會睇得更加詳細咁睇到呢啲人呢，可能批評保羅啊，話佢啊，即係第10章裏邊講呢，話保羅呢係藉住血氣行事，話佢唔夠屬靈，話佢呢即係又冇乜屬靈經驗啊。頭先講咗話佢樣又衰啊，即係講嘢又粗魯啊，咁樣好似唔係好屬靈啊咁樣。按照人嘅睇法，即係藉住世俗嘅角度嚟講呢，呢一個諗法都好正常嘅。咁鬼死渣嘅個保羅，即係經歷咁多患難，都即係可能你嘅侍奉都唔係好受到神嘅祝福嘅喎，咁樣即係好正常嘅。因為你諗下，當時猶太人期望嗰個彌賽亞係點樣㗎？係一個拯救整個民族嘅君王嚟㗎嘛？點知竟然喺十字架上被釘死。保羅呢話佢自己呢都係曾經按照人嘅看法認識基督。原來保羅以前自己都係咁嘅樣，都係用咗人嘅睇法，都係睇下，喂，呢個基督都係流嘅，都係假嘅，因為俾人釘咗喺十字架上。按照人嘅看法，十字架原來係一個羞辱嘅記號。但係當保羅明白到基督點樣去降卑咁樣去喺十字架上為我哋釘死嘅時候，佢就講咗第14節，頭先我哋睇到嘅經文，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因我們這樣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着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是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所以佢呢度話，佢話佢唔再用呢個世界嘅成敗價值觀去評價人，更加唔會按照人嘅看法去認識基督。雖然呢嗰啲嘅超級使徒呢批評保羅都唔係好屬靈，都渣渣地咁啊，話佢冇咩屬靈嘅經驗。不過呢，保羅呢其實佢話信主嘅人呢，其實生命呢係會有一個徹底嘅改變，一個180度嘅轉變。喺第17節裏邊咁樣講，佢話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大家都背咗，原來喺哥林多後書嗰度嚟嘅，可能由細到大都喺度背啊，成日新造的人。保羅所講嘅新造嘅人 ，new creation，
並唔係講嗰啲呢。我信咗主之後，突然間即係聖靈充滿，好有聖靈嘅唔知即係好似好屬靈咁嘅樣啊，超級使徒嗰種嘅屬靈啊，突然間識講好多嘅方言啊，識醫病趕鬼啊，唔係嗰一種啊，而係講緊嘅係一個心思意念得到更新轉化嘅一個嘅經驗，生命成長得越嚟越像基督嘅一個嘅變化。而呢一個嘅變化，呢一個嘅轉化，並唔係喺將來先至會發生，係等到我哋死咗呢，即係耶穌基督再嚟，我哋先至係一個新造嘅人，唔係咁樣啊！而呢個嘅轉化係喺我哋信主嘅時候已經開始，正如我哋成日所講呢，係一個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即係已然但係尚未然嗰個一個嘅轉化已經開始咗啦，不過係未完全、未完成、未 perfect 咁嘅意思。而喺一個嘅過程裏邊啊，呢個嘅 new creation 呢個新造的人，就好似第18節裏邊形容呢，係完全出於神，唔係因為我自己可以做啲乜嘢，或自己點樣努力啊，讀多啲聖經啊，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變咗一個新造嘅人。一切都係源於神，呢個係18節經文所講。諗下喎，新造嘅人 new creation。有邊個先至可以做到呢個 new creation 出嚟呢？只係有呢個創造嘅神先至係有呢個嘅大能同埋大力，可以做到呢個新造嘅人 new creation。而促成呢一個嘅 new creation 呢一個新造的人，就係神透過耶穌基督同我哋嘅和好啊！所以咧，頭先嗰張嘅投影片咧，其實同跟住嗰張都係一樣嘅，即係講緊大家可以睇到咧，黃色 highlight 咗嘅地方，和好呢個字啊，出現咗好多次。咁咧經文咧就唔同大家詳細讀啦。不過咧都想大家留意到一下，就係講同神和好呢樣嘢啊。和好呢一個咧本身係神做主動嘅，而唔係即係我哋自己去促成，而係保羅係唔係亦都唔係保羅去促成嘅，係神做主動。保羅只係一個基督嘅特使啊。一個嘅器皿，一個嘅工具，促使和好啊！其實係神做主動，所以好特別嘅喎。嗱，神做主動，透過保羅去修補神同埋人嘅關係啊！所以好特別嘅喎。神又係嗰個主體，亦都係嗰個嘅，即係個 subject 啦，亦都係嗰個嘅indirect object 喎。即係佢係既係自己 initiate 去促成呢樣嘢，但係同一時間係促成翻佢自己同埋人嘅關係。好啦，嗱，講咗咁多呢，我哋終於可以進入今日應該睇嘅經文，就係第6章啦。其實呢，第6章呢好簡單，為咗方便大家理解呢，咁我將佢分咗3大段啊，3個段落。咁樣呢，第一個段落呢就係第1至到第2節。咁呢，呢兩節嘅經文呢，其實呢，保羅呢就勸勉嗰啲哥林多教會嘅人呢，唔好白白領受神嘅恩典啊。咁跟住咧，第3個段落咧，保羅咧就係呼籲哥林多人咧係要敞開佢哋嘅心扉啊，同保羅咧同埋佢其他嘅使徒咧去完全咁樣和解。知唔知點解佢哋唔啱啊？係因為嗰封嚴厲嘅信啊嘛。保羅寫咗封好 harsh、好嚴厲嘅信去話哥林多教會呢樣嘢唔啱，嗰樣嘢唔啱啊。咁跟住唔知咧，嗰啲人咧係咪有啲人唔開心啊？又點嘅樣？所以有好多人去同佢又批評佢啊，咁樣好似關係唔係咁好咁樣喎。而夾住喺中間呢，第3至到第10節呢，其實呢就係保羅呢對自己嘅侍奉嘅一段嘅自辯啊。咁呢嗱，6章1節呢就咁樣講，即係頭先講緊保羅去叫呢個哥林多教會呢唔好白白領受佢嘅恩典啦。佢話：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白受他的恩典。喺上一章裏邊呢，我哋講緊呢。保羅呢係呢個基督嘅特使，受託付咗呢一個勸人與神和好嘅一個職分啊！但係即係由於即係你可以諗下，其實哥林多教會呢嗰啲嘅受書人呢，其實佢哋已經係信咗主噶啦，咁所以呢，佢哋已經係領受咗呢個恩典啊！所以呢，當保羅話叫佢哋唔好白白去領受佢嘅恩典嘅時候呢，保羅應該係希望哥林多嘅信徒去反省啊！究竟呢，即係佢哋有冇善用咗神經拯救佢，神曾經拯救佢呢一份嘅恩典呢？有冇即係去
善用呢一份嘅恩典呢？跟住第二節，保羅呢係用咗其實係70士譯本嘅以賽亞書49章第8節去支持自己嘅論點啊。咁我哋唔詳細講啊。不過呢，呢一段嘅經文啊，以賽亞書49章第8節裏邊嘅經文呢，其實主要咧係講緊呢，神藉住呢個先知以賽亞去預言末世嘅時候呢，神係會應允同埋會拯救以色列人。咁保羅咧就引咗一段嘅經文喺呢度嘅意思，即係話看啊，現在大家睇唔睇到最尾嗰兩句啊？個看啊，現在啊，即係一個 emphasis， 一個強調啊。看啊，現在啊，依家就係嗰個神拯救嘅時候啦。所以咧，你哋要把握時機啊，唔好好似第一節裏邊咁講咧，唔好白白領受咗呢個神嘅恩典啊。所以咧，你哋要看啊，而家就係嗰個時候啦，把握機會啊，做呢個復和嘅一個嘅事工啊，唔好白白領受咗神嘅恩典啊，咁樣。跟住咧，去到第3節啦，第3至到第10節咧，頭先講緊中間一大段嗰段嘢咧，就係保羅嘅一段嘅自辯啊，自己去為自己去辯護佢嘅身份同埋佢侍奉嘅心志去辯護。大家咧，如果睇到第3節咧，第3節裏邊咧，保羅其實即係佢好小心喎，好小心咁啊！佢話佢作為基督嘅特使咧，佢唔想自己嘅行事為人咧，阻礙到任何人領受神嘅恩典。更加唔願意佢一個嘅勸人與神和好嘅一個嘅職事啊，受到人毀謗。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呢？其實咧，保羅咧，如果係要為自己辯護嘅話呢，其實佢唔會咁做嘅。如果純粹係為佢自己本身嘅名譽嘅話，佢之所以要辯護，其實係因為神嘅事工，佢驚佢神嘅事工受到影響。佢永遠都係將神嘅工作擺喺第一位。喺第4節呢，佢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持久的忍耐啊。持久的忍耐呢，好似係跟住呢嗰一大堆嘅形容詞呢嘅一個總結咁嘅樣，就係持久的忍耐。我哋呢睇到即係大家睇投影片呢，睇到有3組嘅經文，一共9個嘅形容詞。頭3個呢，即係患難啊、困苦啊、災難啊，好似係比較 general 啲，一個比較籠統啲嘅一個形容。跟住嗰3個呢，鞭打啊、監禁啊、動亂啊，咁就好似講緊一啲個別、一啲好 specific 嘅一啲嘅事件或者一啲嘅例子啊。咁我哋唔詳細解每一隻字點解啦。但係中間嗰個鞭打、監禁同埋動亂呢，可能就係指緊喺《使徒行傳》記載嘅一啲嘅事。而最後嗰3個呢，勞碌、失眠、飢餓，呢啲呢都係保羅呢甘願去承受嘅一啲嘅苦楚。哇，好似好奇怪喎！即係大家喺度諗下呢，即係保羅呢一份嘅 resume 啊，呢一份嘅 CV， 一份嘅履歷啊，上邊呢，保羅所誇口嘅呢，竟然唔係話自己有啲咩成功嘅例子，話自己唔知有幾叻。佢講緊呢係自己遭受咗各樣嘅患難，唔係嗰啲嘅好特別嘅屬靈經驗，或者係其他嗰啲超級使徒所誇口嘅嘢。佢所誇口嘅竟然係自己經歷嘅各樣患難。我諗其實保羅咁樣講呢係有特別嘅原因，用咗咁多隻字去講，喺度 list 晒出嚟，諗下一份 resume 講晒你幾多失敗，幾多痛苦咁樣。佢咁樣講係想俾人哋睇到，正正就係因為呢個耶穌基督本身就係一個受苦嘅僕人啊。咁所以呢，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又點會可以逃避到呢啲嘅苦難呢？跟住喺第6至到第7節啊，第6至到第7節佢話廉潔知識、堅忍、恩慈、聖靈嘅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言語同埋神的大能。保羅用咗呢一大堆嘅形容詞呢，去形容自己嘅侍奉係同埋誠信同埋佢嘅心志。而跟住呢，佢話藉着仁義嘅兵器在左在右。好似難解啲啊！咩叫做藉着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呢？保羅嘅意思呢，即係話佢行事係公正、公義、正直。兵器在左在右嘅意思呢，就好似即係啲人打仗呢咁樣，即係成副軍裝啊，準備就緒嘅意思。跟住榮辱或羞辱、惡名或美名，
保羅喺呢兩節講緊嘅係乜嘢呢？講緊有咩仁義嘅兵器助咗所有啊，跟住又咩榮譽屈辱啊，惡名美名啊咁。佢講嘅意思即係話，無論係乜嘢嘅境況，無論係順境或者係逆境，保羅都係準備就緒啊，全副軍裝、全副武裝咁樣，不喪膽，帶住仁義，全心咁樣去侍奉神。跟住去到第8節咯，第8至到第10節呢，保羅又用咗一組一組嘅對比去形容自己呢，同埋佢嘅侍奉啊。每一組呢，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呢，都係似乎乜乜乜乜乜乜，跟住就會話係卻是乜嘢乜嘢咁樣。但係如果大家再睇清楚嘅話呢，似乎乜嘢乜嘢裏邊所形容嘅都係一啲按照人嘅看法嘅評價嚟㗎。頭先講到有啲按照人嘅睇法㗎嘛。如果大家睇下嗰啲全部啲似乎乜嘢乜嘢，全部都係一啲按照人嘅標準、按照人嘅看法嘅評價。而相對呢，跟住係卻是乜嘢乜嘢乜嘢嗰啲呢，卻是嗰啲呢，全部呢都係透過屬靈嘅眼光作出嘅評價。例如佢話似乎係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可能當時呢，有啲人就喺度批評，保羅呢都唔知係咪呃飯食嘅，即係喺度又話嚟，結果又唔嚟，梗係為咗啲私己私利啊咁樣呢，去搞到成日改變主意啊咁。原來卻是誠實的，原來背後有一個好嘅 reason 嘅喎咁樣。不過其實講咗咁多嘢，第8至到第9節呢，其實呢講咗咁多嘢，其實呢，保羅啊唔係淨係第8節，其實由第3節至到第10節呢，頭先講緊佢係自辯噶嘛。講咗咁多嘢呢，其實保羅係想話俾哥林多人聽啊。佢嘅侍奉同埋自己嘅心志啊，都係無可指責，亦都因住呢個原因呢，保羅呼籲佢嘅哥林多嗰啲信徒啊，要同自己完全咁樣去和好啊。所以呢，我哋就進入咗頭先第3段啦，第6章嘅第3段就係同哥林多人和好啊。喺第11節裏邊呢，咁樣講，佢話哥林多人啊，我們對你們口是誠實的，心是寬宏的。你們的狹窄不是由於我們，而是由於你們自己的心腸狹窄。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乜嘢叫做呢個心係寬宏嘅呢？嘅意思即係話可以包容、去接納其他嘅人。保羅呢係話咁樣講，保羅佢咁樣講呢係因為。即係佢呢度咁樣講，佢話佢好似對自己嘅孩子咁樣講嘛。意思即係話唔係話佢貶低嗰啲嘅哥林多人話佢哋係孩子啊嘅意思係話佢係作為一個嘅建立呢個教會一個嘅屬靈嘅父親啊，想同哥林多教會有一番個和好啊。咁跟住佢講到呢個狹窄，即係話哥林多嗰啲人呢，你哋呢接受唔到我，其實係你哋心腸狹窄啫。其實你應該寬宏啲，就應該包容埋我啦，咁嘅意思。跟住咧，去到第14節，保羅咧突然間好似轉咗話題喎。頭先講到即係就係好似成日都轉話題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就係轉咗話題。突然間咧，保羅咧喺度呼籲哥林多嘅信徒咧要過一個聖潔嘅生活。記唔記得咧？我話咧呢個即係哥林多後書咧，保羅轉話題，呢個係第一次轉話題。我哋一陣會睇到一次轉話題。好似好難捉摸咁樣啊，態度咧突然間變咗咁樣。有啲學者咧甚至懷疑一段啊，講緊呢個聖潔生活呢一段咧，會唔會其實原本唔喺個書信入邊嘅，係啲後人咧即係將佢插咗入去哥林多後書呢個位呢？咁樣。咁我哋呢就唔會詳細講啦，我亦都冇資格喺度講呢究竟嗰啲研究。不過大部分嘅學者都認為呢個唔係插段嚟嘅，可能呢，保羅呢提出呢個聖潔呢個問題呢，喺呢個位置裏邊提呢個聖潔嘅問題係有特別嘅原因啊，就係可能當時呢，喺哥林多教會裏邊呢，仲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呢，其實係參與緊嗰啲嘅異教啊，嗰啲敬拜偶像嗰啲嘅崇拜啊，有啲人仲喺度參與緊啊，所以保羅呢喺呢度呢，係想處理一個嘅敬拜偶像嘅問題。雖然你哋返緊哥林多教會啦，不過你哋仲係去緊嗰啲嘅唔知乜乜度拜乜乜偶像喎，咁樣係要處理呢個嘅問題。跟住呢，保羅呢嘅回應就係第一句呢，佢用咗一句嘅命令啊，喺第14節裏邊，你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軛。
唔知大家年青嘅時候揾男女朋友嘅時候，有冇曾經被一句嘅説話困擾呢？唔使舉手嘅。但不好似呢度唔係講緊婚姻嘅，其實不過保羅一開始講咗一個嘅命令，就係你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軛。大家我諗都知道咩叫軛，一個軛係乜嘢嚟嘅？即係咧就係古時嗰個嘅農耕嘅社會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即係揾啲動物啊，咁可能有兩隻動物咁喺度拉住個軛，即係扶住個軛，跟住就去拉去拖拉啊，咁樣去耕田啊。不過如果咧兩隻動物係相差係唔同嘅動物嘅時候，你啲豬同埋啲狗喺度咧，喂，佢哋唔識耕田。舉個好啲嘅例子先，即係可能揾隻牛。一隻大隻啲，一隻細隻啲，總之係唔同嘅嘢嘅時候呢，可能呢嗰兩邊嘅受力呢就會唔均勻啦，咁就會失去平衡，搞到唔可以前進，唔可以耕田啦。保羅喺呢度所講嘅呢，並唔係話已經信咗嘅信咗主嗰啲哥林多嗰啲嘅信徒呢，喂，你哋千祈唔好同外界有任何嘅溝通啊！你哋要即係要遠離呢個社會啊，要唔即係與世隔絕啊，唔好同未信嘅人有任何接觸啊！保羅唔係咁嘅意思。保羅所知嘅呢，其實係佢話呢啲嘅信咗主嘅人唔應該再去參與嗰啲未信主嗰啲人嗰啲外邊嗰啲祭偶像嗰啲嘅敬拜，唔好去參與嗰啲嘅聚會，因為當中呢可能涉及咗有啲人去食嗰啲祭偶像嘅嗰啲嘅食物啊，又再差啲嘅就係可能有啲嘅外教嘅崇拜入邊咧嘅敬拜入邊咧，可能有啲嘅廟妓啊，有一啲嘅嫖娼啊等等嘅不當行為。保羅話：你哋唔好再去啦。我哋可能中文嘅譯本咧睇唔到，不過原文咧其實如果睇咧係有時態嘅。呢度保羅講緊咧呢件事咧係要即刻停止咁嘅意思啊！唔好再參與啦，要即刻停止，唔好再去參與呢啲咁嘅聚會啦，咁嘅意思。保羅咁樣講呢，其實證明咗可能當時呢，真係有唔少嘅信徒呢，仍然係參與緊呢一啲嘅偶像嘅崇拜嘅。唔好忘記，即係其實呢，哥林多教會呢，佢處身嗰個文化嘅環境其實就係多元多神嘅。所以呢，好多人即係我哋今日呢就喺呢度聚會啦，咁跟住去嗰邊有得食喎，咁我哋去嗰邊開 party 啦，咁嗰邊有好似好玩啲，咁咪走咗去嗰度咁。可能當時就係有個咁嘅情況啊。仲有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喺哥林多前書第8章，好似第8章第1至到13節講到啊，佢話呢，有一班嘅信徒啊，佢哋呢自命呢係好有知識㗎，即係所以呢，佢哋呢就會經常去參加一啲敬拜偶像嘅活動啊，食嗰啲嘅祭物啊等等。保羅話：呢啲嘢呢，你要即刻停啦，你唔可以繼續啦。跟住呢，佢用咗5句嘅反問啊。其實都唔係反問，係一個對比。例如佢話義啊係對不義啊，義同埋不義有咩相關呢？義係相對於不義，光明係對黑暗，跟住基督係對比列。比列係咩呢？比列其實係魔鬼撒旦嘅另外一個名。信主就係對不信主。佢話呢啲嘢有咩相干，有咩關係呢？即係你哋信咗同埋一啲喺外邊敬拜偶像嗰啲人。其實係咪一樣呢？咁梗係唔係啦。而跟住佢話神嘅殿係對偶像不過其實咧第16節咧，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一句先至係戲肉啊。保羅即係佢將神嘅殿呢同埋偶像做咗一個嘅對比啊。神嘅殿呢喺舊約裏邊呢係代表咗神嘅同在，係神嘅子民聚集敬拜嘅一個地方。神嘅殿又點可以俾你喺度敬拜偶像呢？係咪啊？所以保羅呢，佢話我們是永生神的殿，而神曾經咁樣講過。佢話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神喺我哋中間居住來往，即係我哋整個嘅群體，其實就係神嘅殿。如果大家記得咧，喺哥林多前書咧，其實保羅咧話過我哋身體咧係神嘅殿，係聖靈嘅殿。但係保羅咧喺度講緊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個人，而係講緊整個群體都係聖潔嘅神嘅殿，係分別出嚟嘅。
所以喺第17至到第18節啊，保羅話全能嘅上帝曾經咁樣講啊，佢話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跟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東西，我就收納你們，即係接納你哋啦。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跟住7章1節，佢話所以親愛的，既然我們有這樣的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和靈魂一切的污穢，藉着敬畏神得以成聖。呢度所講嘅應許啊，即係第7章第1節呢，我們有這樣的應許。應許就係話喺之前第6章第18節最尾嗰一句呢，神話佢話我要作你們的父，你要作我們的兒女。保羅喺度話，佢話你哋既然有呢一個嘅應許，神應許咗作你哋嘅父，你作佢哋嘅兒女嘅時候，保羅係命令哥林多教會嘅信徒要即刻去停止參加一啲祭偶像嘅聚會啊！你哋作為神嘅殿，就當潔淨自己，除去一切嘅污穢。跟住呢，喺7章第2節又翻嚟佢同哥林多教會要和解嘅課題上邊，我哋係咪複雜呢？即係好似講完呢樣就突然間跳翻嚟，又講緊佢和解嗰件事。咁喺第2節裏邊呢，保羅呢叫哥林多教會呢要寬宏大量咁接納我們吧，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跟住第3節啊，保羅呢喺度呢表示咗佢友好啊。佢呢就話佢嚟呢並唔係要定你們的罪，而係哥林多教會常在喺佢嘅心裏邊，佢情願呢與你哋同生共死。保羅更加咁樣講啊，佢話呢佢係引呢個哥林多教會為榮。第4節咁樣講，佢話我對你們很是放心，多多誇耀你們，我滿有安慰，在我們一切患難中格外喜樂。所以呢，保羅可以話哥林多教會就係佢嘅推薦書，因為當中睇到神喺信徒身上面嘅工作。跟住我哋睇第5節，第5節呢，保羅又轉話題。保羅呢，佢話即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其實呢之前呢提到一個提多嘅人啦，記唔記得啊？即係講個提多，提多呢就係負責將呢一封即係所謂嘅嚴厲嘅信，即係保羅嚟鬧哥林多教會嗰封信呢，好嚴厲嗰封信呢，就拎去俾呢個哥林多教會。但係呢，喺12節呢，同埋第13節講到啊，即係提多去咗之後呢，佢遲都未翻嚟。跟住sorry 係第2章，即係下邊嗰個經文，第2章第12至到第13節啊，講到呢，即係提多去咗送信之後，好耐都冇翻嚟，咁搞到呢，保羅呢就心裏不安啊，所以呢，佢就去咗馬其頓，希望可以早啲翻嚟遇到提多啊咁樣。不過如果大家睇下，佢喺依家第7章第5節，保羅去繼續講緊第2章第12、13節嘅嘢，即係本來呢，你睇第2章第12到第13節睇完，應該一跳咗去第7章第5節咁樣睇呢。咁其實係好似連接啲㗎，因為講緊保羅好驚提多啊嘛，見唔到佢，唔知佢發生咩事啊嘛，咁跟住就跳咗去第7章，跟住話：我去咗馬其頓啦，馬其頓嘅時候呢，我就有好多遭遇患難啦，咁其實係幾吻合啊。咁第2章13節之後至到第7章第4節呢一大堆嘅嘢係咪插入去嘅呢？咁有好多學者又喺度討論，喂，究竟係點嘅樣啊？咁即係所以我話呢，睇哥林多後書其實有少少掙扎，就係好似跳來跳去咁樣。不過呢，我亦都係可以話俾大家知，大部分嘅學者呢，其實唔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插段嚟嘅，唔覺得呢個係一個插段。我哋呢唔會詳細咁樣講呢個嘅問題啦。大部分學者係認為唔係後加嘅，所以我哋可以繼續咁樣睇落去。保羅呢喺第7節嗰度啊，佢話自己好開心見到呢個提多，不過呢，佢更加開心嘅係睇到哥林多信徒嘅即係對佢嘅思念啊，佢哋嘅哀慟同埋佢哋對保羅嗰個嘅熱誠。跟住呢，喺第8節，保羅呢就提到呢一封頭先所講嗰一封嘅嚴厲嘅信啊。保羅呢曾經後悔寫咗呢一封嘅嚴厲嘅信啊，佢話佢自己懊悔，佢話佢好後悔寫咗呢封信去俾教會，驚嗰封信呢太過嚴厲啊，
鬧得佢哋太犀利，令到信徒咧承受唔到，失去咗信心，所以因此失埋救恩啊！所以咧，保羅就好驚會唔會太嚴厲呢？咁所以佢感覺到憂愁啊。不過保羅話呢，佢依家唔再有呢個懊悔嘅感覺，因為佢睇到嗰封信呢，雖然呢係令到嗰啲嘅信徒呢有少少嘅憂愁啊，但係呢，呢個憂愁只係一個短暫嘅，即係我哋睇到第8節啦。佢話不過是暫時嘅，呢個憂愁係暫時，但係呢，呢一封信啊，俾咗哥林多教會之後啊，係令到哥林多人去悔改啊，所以呢封信其實係有價值嘅。呢度保羅咧講咗2個唔同嘅憂愁，講咗第一個憂愁咧，第一種嘅憂愁就係係應該係綠色 highlight 咗嘅地方。保羅咧講到一種嘅憂愁就係依着神嘅意思去憂愁。呢一種嘅憂愁就係講緊哥林多教會嘅人，佢哋收到呢封信之後，睇咗保羅嘅責備之後，佢哋有悔改嘅行動。呢一個就係依着神嘅意思嘅憂愁嘅意思。不過你有另外一種嘅憂愁，就係粉紅色 highlight 咗嘅地方係世俗嘅憂愁。世俗嘅憂愁呢，就係嗰種嘅憂愁冇帶嚟悔改行動，所以經文話世俗嘅憂愁係叫人死啊。而跟住呢，喺第13節啊，保羅話呢，因此我們得了安慰。第16節呢，佢仲話我如今歡喜，因為我在一切事上對你們有信心。大家睇唔睇到呢？保羅呢喺度呢，同哥林多教會真係好似修補緊關係咁嘅樣，即係啱啱即係講緊個嚴厲的信啊嘛。鬧完之後，突然間好似即係個態度好似轉變咗咁樣啊，係修補緊呢個關係啊。當然啦，佢唔係揞住良心咁樣講啦，即係佢真係覺得為呢啲事去感恩啦。但係比起佢嗰封嘅嚴厲嘅信呢，保羅呢似乎喺呢一封信嘅措辭呢就比較客氣咗少少，同埋充滿喜樂啊！對於哥林多教會呢，更加係有一份嘅欣賞，甚至係話你哋就係我嘅推薦信啊咁嘅意思。唔係即係唔知係咪我哋即係因住咁嘅原因呢，佢同即係哥林多教會呢嘅關係呢就開始好返啦。所以呢，係跟住落嚟，我哋下個禮拜睇嘅經文呢，第8章呢就會開始講一個捐獻嘅事啊，即係叫人捐錢，即係叫人哋去 support 耶路撒冷佢哋嗰啲嘅饑荒嘛嗰陣時候。咁叫人捐錢，咁關係好先得㗎。如果唔係人哋睬你都傻啦，係咪啊？咁唔知係咪咁嘅原因呢？所以喺第8章嘅時候呢，就開始我哋下個禮拜會睇捐獻嘅事啊。咁呢，今日呢，主日學呢就到呢一度。不過呢，想提一提呢，下個禮拜呢嘅主日學呢，同今個禮拜都係呢會講得快少少，因為我哋都係會睇2章嘅經文，第8章同埋第9章。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呢係預早睇咗呢，咁係會更加容易理解嘅。好，讓我哋一齊同心祈禱。親愛天父，感謝你，我哋有機會讀你嘅話語，求你幫助我哋喺跟住一個禮拜裏邊，可以係即係對你嘅經文有更加多嘅渴慕，更加多嘅精神去讀你嘅話語，去亦都同一時間生命俾你嘅話語去陶造。感謝你，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之名祈求，阿門。Thank you。